嗰一剎那，我真係直頭眼淚真係湧出嚟啊！大佬，你以為樣樣嘢都好淡定好順利嘅時候呢，就係會瀨嘢噶啦。今日嘅心情簡直係有喜有悲啊！早拍晚播啦，因為兩日一夜嘅關係，所以素材太多啦，所以顏色都未調得切就要出片啦。播片嘅時候就哇好期待啦，好緊張啦，跟住可以俾咁多位老闆睇，俾大家看見我哋呢個團隊嘅好機會啦。突然之間冇聲喎，跟住我心諗瀨嘢啦，明明我 check 咗好幾次噶啦嘛，點解會出現呢個狀況嘅呢？除咗怪責自己係浪費咗攝影團隊，浪費咗好多人嘅心血咯，咩責任都好，但你播出嚟嗰刻唔 OK 就係唔 OK 咯，都難過咗一段時間，跟住就覺得唉，經驗冇辦法，因為都發生咗啦，咁唯有就係揾出原因，下次避免啦。點知好彩，老闆娘就問我啊，會唔會臨最尾課程完結嘅時候再播多次啊？點知喺播之前呢，老細又無啦啦突然之間 Q 我上台喎。Rachel，這個是我的操盤手。Hello，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啊。就介紹我啦。跟住嗰一剎那，其實我係好驚，究竟一間條片係咪真係成功順利播出呢？所以就好簡單咁介紹自己啦，亦都冇好好把握機會推銷自己啦，就真係萬分感恩。然後我都同老闆講就係話，唔係每樣嘢都有第二次嘅機會咯，所以好感恩可以有第二次嘅機會，可以去表現多次，表現得更好咯。因為呢一樣嘢唔係必然噶嘛。唉，加油啊親！